大家好，我係汪家志 Doctor Joe。各位朋友，你哋咧上落樓梯啊，或者咧行一啲嘅高嘅石級啊，或者上小巴嘅時候咧，個髖關節啊呢個位置，有冇覺得好似叫下唔舒服咧，或者咧有啲甩甩聲咧？嗱，如果有咧，有可能係髖關節痛，亦可以係髖關節唇嘅撕裂啊。咁所以今集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問題咧，同埋有咩運動可以做咧去幫助，所以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啦。髖關節痛咧，好多時咧係同呢個髖關節唇撕裂有關，我叫做 labium tear。咁啊係乜嘢嚟嘅咧？咩叫髖關節唇咧？咁其實咧，我哋諗髖關節其實係咩嘢嚟嘅咧？就係盤骨啦，呢個就係嗰個腿骨啦。其實咧，佢係一個圓形嘅叫做球窩關節 ball and socket 嘅。咁咧隻腳咁啊喐動咧，咁啱啱個髖關節就喺呢個位置咁樣喐動咁樣啊。咁但係原來咧唔係淨係一個關節咁簡單，其實咧佢有一啲嘅軟骨咧，佢包圍咗呢個髖關節啦。咁啊好似乜嘢咧？好似條橡筋咁樣，或者我哋咧啲水壺啊，咪開咗個水壺之後咧，上面個蓋咪有條橡筋圍住咧，咁啊防止漏水啦，同埋令到佢可以凹陷好多啦嚇咁樣。咁呢個橡筋咧，或者呢個軟組織咧，就係我哋嗰個叫髖關節唇啦，好重要嘅喎，因為呢條橡筋或者呢個軟組織咧，佢就保護住咧嗰個髖關節。當我哋咧行路嘅時候啊，上梯級嘅時候咧，可以保護住佢啦，唔會甩聲啦，唔會痛嘅。咁但係咧，隨着年紀大咧，呢個嘅髖關節唇咧就會慢慢開始有退化。咁啊，你知咧，日久失修退化就會有撕裂啦。咁啊，最常見嘅引發呢個撕裂嘅成因咧，就有3種啦。咁啊，第一種咧就係本身個結構，即是話咧，我哋叫做咧髖關節夾擊症，即係話咧嗰個腿骨啦，或者個盤骨咧，佢啱啱個關節位咧，可能嗰個腿骨就可能咧個結構上就可能咧入得滯，揞住咗佢，咁啊容易咧出現咧呢個咁樣嘅撕裂啦，或者本身咧嗰個嘅窩位咧太過薄，咁啊亦可能咧容易咧會整到。咁啊，但係咧呢個情況係因為係結構性嘅問題啦，咁可能如果真係要做嘢嘅話，都係可能用手術嘅方法啊去幫助，或者要點樣。咁啊，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同重複性嘅微創傷有關，即係例如咧。我哋成日可能做啲運動，例如踢波啊、跳芭蕾舞啊、扭啊、高爾夫球啊，咁有時咧就唔錫身啦，有時整親個髖關節都唔知。咁啊，所以咧你做運動嘅時候咧，一定要做多啲咧，要伸展啊，要拉咗筋啊，做咗熱身咧先好踢波啊嗰啲咯。咁啊，第三咧就真係創傷性啦、突發性嘅，即係撞車啦、跌倒啦、喺高空跌倒落嚟啦，或者做運動俾人哋一腳撐咗落嚟，咁樣都會影響到咧，令到呢個髖關節唇出現撕裂嘅。咁你就會問啦，喂，咁呢個聽到撕裂喎，好驚啊，會唔會好多問題㗎咁樣？咁又唔使驚喎，原來咧有好多研究發現咧，特別喺外國咧。有22% 至到55% 嘅病人有髖關節痛或者腹股溝痛咧，都有一啲咧髖關節唇撕裂嘅。咁另外咧有69% 嘅人咧就算有撕裂咧都冇病徵又冇痛嘅。咁即是話咧，其實咧髖關節唇撕裂咧係非常普遍，只不過咧就係真係你要痛啦，你去照 MRI 啦，你睇得到啦，咁就知道自己有事咯。一般嚟講，我哋平常人就算撕裂咗咧，因為老化啦因為退化咧，其實都唔知。所以咧，其實咧就唔好太擔心。
咁啊，通常咧，其實咧，如果你有呢個問題咧，會有一個叫做 C 字嘅姿勢或者 C 字嘅 sign 嘅特徵，就係咩咧？隻手咧就會放喺咧嗰個髖關節位，即係咁樣，好似個 C 字咁樣箍住痛啊嘛，箍住佢或者咁樣撳住佢，等行路咧冇咁辛苦，或者企度冇咁辛苦。呢個咧叫做 C 字嘅手勢或者 C 字嘅病徵。治療方面咧有咩嘢可以做咧？就其實都係主要咧，都係主張一啲嘅叫做保守治療。咁即係咩咧？就話做啲物理治療啦衝擊波啊、電磁波一啲嘅運動去復康咯。咁啊當然啦，喺生活上都要做少少改變嘅，例如我哋要暫時咧停咗做深蹲嘅運動啦，或者一啲動作啦。我哋唔好成日都抬高隻腳住啦有時如果要行好多梯級嘅，或者梯級好高嘅咧，咁就要避免啦。咁啊，當然如果痛嘅時候，可以食一啲嘅消炎止痛藥啦，去幫助佢咯。咁啊，我哋發現咧，原來咧，如果強化到嗰個臀部肌肉同個核心肌肉咧，都可以幫助到減少呢個嘅因為髖關節唇撕裂而產生嘅痛楚。咁當然啦，如果做咗可能6至12個星期嘅物理治療保守治療咦都仲係痛喎食藥都搞唔掂咧，就可能要揾醫生啦，再睇一睇需唔需要考慮用手術嘅方法去幫助修補翻咧嗰個嘅嗰個髖關節唇撕裂嗰個位置。咁但係一般嚟講，其實咧，因為佢係普通係一個發炎咁所以咧，佢痛係因為個炎症咧。如果消咗個炎，其實咧再改變嘅日常嘅姿勢咧，同埋嗰個活動咧，其實都已經有幫助㗎。喺我手上面咧就有 Dr. Joanne 品牌最新嘅寒背矯形背心。如果你啦或者你屋企人甚至小朋友佢哋有寒背嘅問題嘅話，但係你用咗好多辦法都幫唔到佢改善，甚至已經惡化到有肩頸膊痛嘅問題，咁你就要用佢啦。矯形背心背面有獨特交叉型嘅設計，可以拉緊背肌嚟挺直身體。每日着喺衣服同埋校服入面咧，就可以真正咁挺起胸膛做人，真係神不知鬼不覺啊！呢款寒背矯形背心咧，佢總共有5個尺寸，佢適合8至80歲嘅人都啱㗎。如果咧你需要購買佢咧，佢只係售價180蚊，但係如果你買3件咧，都只係450蚊咋。快啲上 www.drjoanne.com 嘅網站度選購啦！如果患上呢個嘅係髖關節唇撕裂咧，我當我左腳有事啦，咁我哋都要咧有時要活動下個關節嘅。咁點樣做咧？好簡單嘅就，首先咧我哋企喺度啦，咁我就攞張凳嚟扶住。嗱，冇凳都冇所謂嘅，咁埲牆都得嘅。咁我哋就要咧好似個米字咁樣即係8個方向咧都要喐下嘅。咁啊點做咧？嗱，咁啊做咧就右腳就要有力喎都要站穩嘅單腳，咁然後就提起隻左腳，就咁樣喐啦，向前向後左右然後斜角咁樣後邊係嘛難啲嘅，所以你要扶住，咁你就可以順咧就係咁樣變咗咁樣啦。咁你可以咁樣重複咁樣做咧做5下到啦咁都幾攰㗎，因為咧呢隻右腳要用力啊嘛。咁亦可以咧扶住咧，我哋可以咧轉圈我哋順時針轉，逆時針轉可以撳住個髖關節咧。可能咧就容易啲做嘅。如果想練得好啲嘅咧，順便練埋隻右腳咧，亦可以咧踎低少少嚟做呢個動作。就算你冇呢個痛症咧，其實咧做呢個米字咁樣嘅伸展咧，都可以強化到個腿部嘅。咁你可以一日咧重複咧做2次到啦，咁可以舒緩翻咧呢個髖關節嗰個關節啦，令到冇咁痛嘅，咁大家不妨試下啦。
呢個運動咧，我覺得幾好嘅，去舒緩翻咧嗰個髖關節唇啦，同埋嗰個關節位啦。咁我哋坐喺度，咁咧我哋咧就拍埋隻腳，咁然後我哋就做呢個 butterfly 蝴蝶式。咁啊，個人可以挺直少少啦，坐直少少啦，咁啊，淨係做呢個嚇。咁啊，隻手可以撳住隻腳啦。咁啊，唔好睇少喎。嗱，做呢個其實咧係一個伸展嚟嘅，慢慢去開翻個較位。咁啊，當然啦，如果咧你本身好痛嘅咧，可能係咁樣嘅啫喎。咁你咪淨係咁樣做又得嚇。如果叻啲嘅，咁啊做多少少就拉多少少啦。咁我哋咧試下就數10下，1、2、3、4、5、6、7、8、9、10，好啦。之後咧隻腳就一隻腳伸直。嗱，我當咧我呢隻腳係有事嘅咧，我哋試下可唔可以咧慢慢拉翻落少少，見到嘛？撳落去，嗱細細力撳好啦，盡量挺直個人。嗱，其實咧後腿左邊嘅後腿根啊 pat pat 嘅右邊嘅梨狀肌啊都會扯嘅，打翻開個心口，打翻開個關節。嗱，挺直1、2、3、4、5、6、7、8、9、10，好，轉腳都係咁樣啊。咁啊，慢慢少少壓落去，唔可以太大力，挺直個人嚇，打開心口啊，你會感覺到咧有啲扯嘅，壓落少少。嗱，如果咧你好痛嘅話咧，可能咁樣就算啦啊。咁我盡量做啦嚇，挺直1、2、3、4、5、6、7、8、9、10就放鬆啦。咁之後咧再重複，又係做呢個啦。3、4、5、6、7、8、9、10，明唔明啊？咁你可以咧重複做3組咧，去伸展個髖關節嘅，但係咧就要量力而為啊嚇。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我係 Cherry 啊。隨住年紀大咧，肌肉流失咧係好正常嘅。我哋到咗30歲咧，每一年會流失1%，去到60歲咧，流失得仲勁。如果你行路咧成日覺得攰啦、冇力或者失平衡嘅話咧，仲有行樓梯嘅時候咧要唞一唞咧，你可能患咗肌少症喎。咁我哋食好多蛋白質啦，或者肉類，甚至我哋好勤力做運動咧，都未必幫助好大。咁點算呢？我而家咧就嚟到 Dr. Joe Wong 品牌嘅肌少症中心，裡面有最先進嘅 Bicep 機，係專係針對增加肌肉、啟動線粒體同埋分泌肌肉激素，科學化咁治療肌少症。另外亦都有 Body Care 電磁垂直震動儀，增強肌肉力量同埋平衡力，防止跌倒。最後中心亦都有專業體適能教練去教授長者安全地鍛鍊肌肉。如果你都懷疑自己有肌少症或者行路嘅時候成日跌親呢，可以上嚟 Dr. Joe Wong 品牌嘅肌少症中心，佢哋專業團隊咧會為你設計一個治療方案去增強肌肉。快啲上嚟揾我哋傾下啦！今次咧就用個道具嘅，要用個咧個氣球啦，一個橡皮球啦，或者咧係 cushion 都得嘅，就夾住喺個膝頭哥嘅中間，見到嘛？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兩隻腳夾埋佢，係啦。咁然後咧就去強化我哋個內收肌群，即係嗰個大髀內側。咁我哋咧就夾住佢。hold 住10下，1、2、3、4、5、6、7、8、9、10，放鬆啊！其實都幾攰㗎啊！好，再嚟個夾埋1、2、3、4、5、6、7、8、9、10，放鬆。咁可以做多一次，第3次夾埋1、2、3、4、5、6、7、8、9、10，放鬆之後咧就可以咧做少少嘅橋啊 bridge， 都係夾住嗰個波或者個枕頭，然後之後就淨係提高少少個 pat pat 又係 hold 住，咁今次5下就得啦。1、2、3、4、5，放鬆然後就再夾1、2、3、4、5。放鬆，最後一次1、2、
3、4、5放鬆，就係咁簡單就可以強化到 pat pat 同埋嗰個嘅內收肌群，一日可以做1次，大家不妨試下啦。呢個運動咧就非常簡單啊！嗱，咁但係咧真係要用個波啦，咁啊買個咧呢啲嘅橡皮球就得噶啦。咁點解要咁做咧？我哋要去令到個髖關節多啲活動咧，咁但係咧就想練下啲力喎。咁點做？首先就打側先，瞓喺度嚇，咁啊托住個頭，就隻腳咧嗱，我當呢個右腳，我想練多啲咧，壓住佢就係咁簡單。咁啊首先就將隻腳用力壓落個波度，練下啲力先。1、2、3、4、5就係咁簡單。之後咧，我哋就要向前少少碌個波，向後少少碌個波，再向前。其實唔係好多嘅，但係咧做嘅時候咧，隻腳一定要壓落去嚇，唔可以俾佢離開隻腳嘅範圍。咁就係咁樣咧，喐動啊，壓住佢喎，係用多少少力，咁又可以練到嗰個內側嘅內收肌群啦，亦可以咧嚇練到嗰個髖關節咧嗰個嘅幅度嘅，嗱就咁做啦。咁要做幾耐到其實冇所謂嘅，咁你可以向前控制住向後啊，咁啊做10下咯。你可以慢啲，亦可以快啲。可以快啲咁去做，咁啊你可以咧得閒咁樣做咧去強化同埋增加個髖關節幅度，咁啊一日可以做2次，大家不妨試下啦。呢個運動咧都係用個波嘅，嗱你冇個波咧就可以攞個 cushion 都得，咁就夾喺嗰個嘅大髀嘅中間。咁咧，然後之後咧，你睇住我，要 pat pat 微微向後嘅嚇，唔使挺到直嘅，微微向後啊，好似少少深蹲嗰個姿態咁樣啊，個頭就望住前面啦。之後咧，我哋就係打橫行啊，要夾住個波喎，如果唔係會跌噶嘛。咁就可以強化到咧我哋個內收肌群同埋個 pat pat 啦。咁啊人就望住前面咯。咁你可以咁重複咧，左右咁樣行咧。係行10次嚇，咁啊除咗咧打橫行之外咧，亦可以咧向前或者向後嘅。咁當然啦，如果驚咧就扶住啦嚇。記住唔好寒背嚇。咁呢個動作咧又可以幫助到強化個腿部啦，亦可以幫你咧行路有啲力嘅。咁啊，大家可以咧一日做2次，大家不妨試下啦。剛才為大家示範啦，嗰啲髖關節唇撕裂嘅運動，包括強化同伸展運動，大家不妨試下做啦。都係咁講，如果做嘅時候有痛有唔舒服，就要停問一問醫生。如果中意條片，記得介紹俾你嘅親戚同朋友，俾個 like 訂閱我嘅頻道，同埋要請按鐘，仲要記得留言俾我，加入成為我嘅會員啦。會員區裡面有好多會員先可以睇到嘅影片，包括我3本書裡面嘅運動片啊，咁啊都可以喺會員區裡面睇得到㗎。咁啊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遠離痛症。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